请牛仔，欢迎收看今日3月12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北欧3个国家，丹麦、冰岛甲挪威宣布讲要暂停注 AZ 的预防射，因为注射了后有人出现副作用。不过即马伫法国、德国甲英国也是认为 AZ 的预防射是安全的，所以会继续注射。另外，欧盟已经批准矫正预防射，要确保欧洲人会当拢成注有，所以即阵欧洲预防射爱出口爱批准这个规定会延长到6月底。因为有民众注阿斯特捷利康预防射了出现血栓的情形，丹麦国家卫生局宣布暂停注这种预防射14天。不过官员讲无证據顯示甲預防射有關係。挪威、冰島也宣布暫停。Først og fremmest vigtigt, at når der er nogle risici forbundet med en vaccine. Der er ikke lavet en konklusion om, at det er vaccinens skyld. Og den europæiske lægemiddelagentur var meget klar med også at sige, at det her skal undersøges nøjere. Det kan være en tilfældighed. Der er rigtig mange, der bliver vaccineret. I Danmark er det over 140.000, der har fået vaccinen. 英國 BBC 報道，意大利甲奧地利攏有注預防射了死亡的案例，宣布暫停注 AZ 預防射。伫歐洲有500萬人注過這種預防射了，通報30件血栓的案件。另外，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甲盧森堡也暫停注這批 AZ 預防射。阿斯特捷利康講，預防射的安全性攏伫咧臨床實驗的時陣有做過。法國、英國甲德國認為 AZ 預防射是安全的，繼續注。另外，歐盟執委會第10月批准使用嬌生單劑預防射，這是歐盟第4期核准的新冠預防射。為了要保障歐盟的公民有夠的預防射，執委會宣布延長疫苗出口機制到6月底，本來期限是到3月底。這項機制規定，所有佇歐盟境內生產的預防射，就要先摕到執委會批准才會當出口。這個月初，意大利就是引用這個機制，把本來要輸出到澳洲的25萬劑阿斯特捷利康預防射凍來。公司新聞吳文玲報道。鏡頭等下講來，咱來關心部立桃園病院的群組感染，有一個護理師因兜規家伙仔7個人全部攏確診，大家過身80多歲大官嘛已經出院，即馬規家伙仔攏已經好利利。已經指揮中心的指揮官陳時中暫時專工去因兜拜訪。他們一家人其實蠻勇敢的。那麼回來了以後，我們今天的整個觀察，他們都狀況都還不錯。那麼部長也跟他們做一些交談，然後發覺老先生和我們同仁的夫妻，還有他的2位女兒呢，他們家的互動也都非常的好。那汽車看起來都恢復得還蠻好的。我在現場也表達說，希望他多休息一下，因為他畢竟在隔離病房這個住了40幾天。那我是認為說，等他這個身心都恢復到比較好的情況之下，再回去工作。即擺桃園病院群組感染受害上深的，應該就算是一家伙仔。大做伙7個人攏去會着，護理師好啊了後嘛繼續佇隔離病房照顧大官，大院有大40多天。即馬這家伙仔攏已經好利利啊！已經指揮中心的指揮官陳時中主動講要去因兜行看看咧，暫時專工去拜訪。為着要壓制厝價，行政議會昨昏通過房地合一的所得稅法修正草案，厝買入來了後2冬內閣賣出去，愛扣45%稅金。這個法案會做立法院第立法優先的法案。另外，囤房稅，行政院是煩惱講，厝頭家恐驚會甲稅金算互厝卡的稅金起懸壓懸，所以即馬暫時無要叮當。為了阻止炒作房市，政府閣出招，行政院11議會上通過財政部提出的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也就是房地合一稅2.0，希望藉由調整短期持有時間的定義，壓制房市買賣炒作。不過，家己大買賣甲建商是未受到修法的影響。我們希望透過這樣一個所謂短期交易的稅率的期間的延長，還有適用的稅率相對會比較高的一個情況下，希望能夠抑制目前蠢蠢欲動的房價。如果你只是自住的部分那這個買賣呢，基本上是不會受到影響的建商也不會受到影響。這擺法規規定，個人持有房屋土地1年內賣出去，扣45%的檔稅。修正草案當中，將持有2年內的交易也當作是短期，扣45%的稅率；持有5年以內賣出去，扣35%的稅率；持有未滿10年，是扣20%的稅率。
境内境外营利事业持有房屋，也将比较个人的税率。另外，也将易收厝的交易、部分股权交易这两项纳入房地合一课税范围，专案会阁送到立法院来审议。那以房东来讲，他可能就把这个增加的税率转给承租人。那我们试算一下，曾经试算过，如果是超过4户以上用这个标准，那现在的可能受到影响的承租户有78万户之多。也是囤房税罗秉成表示，烦恼全台湾差不多78万成租户会受到冲击，恐惊影响无辜，暂时无法推动。财政部认为房地合一税的打炒房效果好，所以优先推动。不过学者认为，两个两做无做伙推动，打炒房恐惊无效果。它只有初期的效果，慢慢会淡化。囤房税没有实施，所以它就可以囤房啊，5年后交易还是一样赚到啊。一旦房地合一税2.0版修法通过，施行的时间由行政院决定。财政部已经指出，新法上路进前会有日出条款，有业者推测讲，在这段期间会出现真侪人紧卖还是抢卖的情形，会引起交易的收入。记者综合报道。房地合一税影响上大，应该就是靠卖厝买厝咧趁钱的人。即马就风声讲，台中、台南有真侪人，趁法律还未过关，拍算赶紧要甲厝卖卖。乌头基无田的开挖，一栋一栋依旧建案，当日加紧赶工。台积电进驻南区，和台南房市相当热。但是，就是政府打炒房宣布将房地合一税短期持有为2年又当做5年了后，即马传出中南部已经开始出现预售厝红单大卖。经过统计，台中有差不多1.15万户预售厝上网路要来卖，是6都上界济。台南原来有达到3100多户。一般闭锁期大概是1年，闭锁期过后之后就会拿出来做红单转让。那以目前的市场来看的话，是也还蛮多这种投资客会拿出这种东西来做短期炒作。当地房屋中介表示，最近开始有未少预售也甲新建个案的投资客，烦恼厝卖袂掉，恐惊会套掉的，放弃趁100万的想法，只要会当趁10万还是20万，就赶紧出场。而且新济上路进前想要卖中古厝的厝主也开始卖，只是市场上大部分的房屋持有者较无欠资金，短期期待大多向下修正的机会恐惊无大。在房地合一税上路之后，市场上会出现一个滞交易的窒息量，因为买卖双方都会开始观望，尤其是买方，他会希望，而且会期待政府这波打房政策出现效果，等到房价下跌了再进场。预期在上路之前可能会有大概5%的这个短暂的一个振幅啦，但是预期下修的几率，大幅下修的几率不大。房产专家表示，未来房地合一税新制上路，市场可能至少有3个月至半年的观察期。一旦等待卖物件大量减少，而且房屋持有期为2年延长到5年，厝主想要闪开重税，阁无想要降价卖出去，可能规期用租代卖，恐惊原来有税金转予消费者的效应，这原来是政府爱思考的课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顶半天甲昨昏的天气差不多，也毋过下半晡开始就会变天哦。咱来看分图，今日下半晡风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会一直影响到礼拜。北部东半晡会转凉，会落地渐准雨。今日下暗到明仔日透早，东部、东南部有可能会落较大阵的雨。中南部天气变化无啥大，也随望山区有可能会落雨，也毋过对欠水是无啥帮助。另外，到下礼拜日，东北季风会减弱，北台湾温度会回升，其他所在嘛拢是好天的天气。空气品质的部分，伫今仔日顶半天，西半部熬大棚空气不好，一透早已经有几个观测站已经达到红色的警示。啊，那伫新竹、苗栗、台中，能见度无到200公尺，乡亲塞车爱洗钱。中南部即阵断咧欠水，欠甲断严重。中华丰原的农民已经无水通用，甲补产的时间延后1礼拜，也毋过共款无水，所以已经有人请人来乌水者。另外，伫台南新化的虎头边，因为水头的水土保持做甲真好，即马虎头边甲单还有100万吨的水。这鱼仔已经插好啊，就安尼伫咧无啥水的田里，农民看就是真毋甘。烦恼补产了后的心血会拢乌有去，原底因为欠水通引产，中华丰原的农民已经办7天至10天来补产，毋过到今灌溉水源还是无够，这鱼仔有的倒去，有的冷去，当地农民国不理中，就爱找开井的工人来斗3工。咱春耕要开始啊吼，咱爱挖田，啊挖田了的时阵，鱼仔补拢是爱水，啊即马无水的时阵吼，你规个拢打补去，啊打鱼仔就大袂起啊。
拢40米就有啊，40米。40米哦。你即摆工课足多无？工课还好啦。哦。农民拢足欠水的啦。水情真正热，中华沿海乡镇的早冬稻啊，强要无水通用，干来当开井来饮用。不过县府表示，沿海乡镇拢是地下水的管制区，若要开井，拢要是爱做申请。沿海的各乡镇啊，基本上都是这个地下水管制区哦。那基本上是凿井的规定会比较严格。那中部同款水情真严重的嘉南地区，已经有部分的早冬稻啊停止引产。不过台南新化的虎头陂，因为水头是中心林场，水土遗弃了好，嘛有溪水流入去，有600多公顷的集水区，目前逐工会当提供虎头陂1000至2000吨的水，和附近50多公顷的稻啊会当引产。阮遮都唔捌咧，无开水的，逐冬嘛开。虎头陂就唔捌咧打的呢。差不多有5000立方公尺，也就是我们的5000吨的水灌溉，所以目前供应50几公顷的那个一起做是没有问题的。到11中昼为止，台南三分水库敢若剩15.2%的有效脱水率，也若南化水库是剩46.3%。饮用水情真正热，台南市政府准备19个对抗可换的水井来饮用，逐工差不多会当供应3万吨的水。目前已经有3间厂商申请完成。记者综合报道。针对欠水的问题，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强调讲，咱政府已经有量早做准备，也毋过民众即马水嘛是爱欠啊用。另外，伫科学园区、工业园区，因为宽频的问题，敢会当抽地下水来用。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面对欠水欠到遮尔食力，政府嘛爱想办法来变巧。平常用水的垃圾水回收了后，经过污水厂的处理，会当搁再利用。行政院长苏贞昌11视察竹南头份水资源回收中心，即马全台湾水情食力。苏贞昌强调讲，政府已经有量早部署，嘛需要开源节流。有区域水的调度，连通水管的建设，以及抗旱水井等等的超前挖掘布置。经济部长王美花顶日了讲，科学园区甲工业园区会当伫咧考完的时阵开井，引起外界讨论。不过，新竹科学园区的管理局长王永仲煞伫咧立法院答询的时阵，讲新竹科学园区的宽屏无批准取地下水，那像是甲王美花扇面。针对这点，王美花讲，若拄到特殊紧急的情形，灾害防救法有应变的措施。竹科原来是不可以的，所以才需要到这个应变中心来讨论。那能不能凿井？那一定要符合相关的条件嘛，包括第一个它的水是不是丰沛啊，有没有地层下陷等等。外界关注新竹供水的问题，水利署长罗建成去新竹，甲企业还有厂商的代表讨论欠水的问题，还有产业发展供水的规划。罗建成肯定企业有达到省水11%的目标。目前第一要紧的是爱互新竹科学园区的厂商生产袂动点。抗旱备援水井在3年前就开始做这些的规划，在去年的9月16号开始稳定的出水的3万吨左右的这个水量。上个礼拜新竹地区也有这个像台积电啊、联电啊，也有水车的这个载水的这个模拟的作业，应该是在进行。桃园目前逐工支援新竹20万吨的水，不过李金强表示，新竹科学园区的厂商配合省水，烦恼水情的恶化，包括台积电甲相关的产业扩大生产，甲扩建工厂的情形之下，用水的需求敢若会增加袂减少。台湾当拄着56年来的大考验，罗建成讲，这嘛是对抗考验上关键的时期，希望大家做伙渡过这个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大家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水情案中南部欠水欠到真严重，台中市政府是正式讲，伫后礼拜一要进行对抗可汗演练。早有风声讲，连苗栗嘛要同齐，两个县市会先用5天有水、2天无水的方式来做限水的演练，替水情转红灯先做准备。来看自由时报，交通部航港局有官员涉嫌收乌西，核发游艇驾驶的执照，特张是卖25000到5万块。不法的所得是赚上千万，而且时间已经有10天这么久。有一个官员甲49个民众互起诉，航港局是表示讲，已经甲涉案的员工师头路，嘛撤销其中18人驶船的驾照。来看《苹果日报》，国内自2005年7月份开始实施劳体薪制，目前全国敢若剩70万的劳工有雇债资格。
劳动部最近就头一摆清查，发现讲全台湾32000多间公司，因已经无具制劳工，也毋过伫具制的劳工的扣专户内底，也佫有105亿的钱。所以，呼吁企业也是头家人，会使向各县市政府，甲口座内底的钱积极的，甲钱领回去。来关心中国人大昨昏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草案，这项草案内底是决定讲，要确保爱国的人才会当治理香港。全国人大会议11日下晡伫北京大会堂闭幕，以2895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草案，表决就通过，全场拍扑超过300票。赞成2895票，弃权1票，宣读完毕。通过。全体代表高度赞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法治利益，维护香港宪制秩序的坚定决心。香港选举改制了后，特首选举甲立法会席次会受到影响。特首选委会改制了后，4大界别会增加第5界别，由爱国派人士来担任。总人数为1200个人增加到1500个人，立法会席次嘛为70席增加到90席。选委会也佫会增加提名，甲选举部分立法会候选人的功能。刘梦英国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七十以时辰的方式参加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批评北京甲选举变做挑选。Beijing has also announced an electoral reform in Hong Kong that turns the city's legislative council into a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style rubber stamp chamber. Beijing's appointees will occupy more than half of the seats without an open election. The election in Hong Kong has become selection.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张晓明后礼拜会去香港听各界改制的意见。英国人大订定香港地区的国安法，甲修改香港基本法的附件，掌控香港。台湾陆委会表示，推行爱国者治港，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治港，甲爱党者治港。将基本会受到历史严格的检视，呼吁各方停止打压香港的民主自由。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1000万例，死亡人数有263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增加病例，目前计共978例。中国嘅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44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900万例，印度甲巴西是超过11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425万例，伫法国是超过400万例。欧洲的疫情也未转好，法国的卫生部长讲，大巴黎地区每12分钟就有一个人因为重症爱带入去加护病房。但是照这个速度来看，3月底当地病院就挡袂掉啊！那匈牙利昨昏过一日是新增加超过8300个人确诊，这是有史以来新高。匈牙利的民众到家庭病院做新冠预防针，希望降低感染风险。不过，匈牙利官方公布10日一天新增加的确诊個案，創疫情以來新冠紀錄。Az adatok azt mutatják, hogy a harmadik hullám egyértelműen felfutó szakaszban van. Tegnapi napon több mint 8000 fertőzöttről állapították meg a fertőzés tényét. Ez azt mutatja, hogy a harmadik hullám a második hullám legnehezebb napjainál is nehezebb lehet. 匈牙利人口1000萬，講未來4個月內會買500萬劑預防針，和250萬人做2檔。疫情監管究竟部一個法國大巴黎地區。法國衛生部長講，巴黎嘅加護病房使用率將喺第3月底會到緊繃。Toutes les 12 minutes, un francilien, nuit et jour, est admis en lit de réanimation en Île-de-France. Ce soir, 1080 patients y sont pris en charge, presque le pic de la deuxième vague. Si le rythme continue à être le même, nous dépasserons les 1500 patients Covid en réanimation en Île-de-France à la fin du mois de mars, ce qui correspond à un seuil critique pour les hôpitaux de cette région. 雖然法國即馬新增加嘅確診人數是最近2個月以來新低點，不過重症患者是去年11月以來上多，主要原因是因為變種病毒。有消息講，73歲法國外交部長德勒里安因為接觸過一位確診者，即馬開始自我隔離。
不过，法国政府讲，打算自拜五开始放零英国、以色列、澳洲、纽西兰、南韩、日本加新加坡的边境管制。不过，旅客依然要提72点真久来检验的阴性证明。公司新闻张伟林、蒋建光编辑。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美国，即卖已经有6200万人做好预防针。目前有16个州决定要放零防疫措施，在公共场所无一定爱挂喙暗仔，其中重灾区德州嘛包括在内。那美国总统拜登即卖是宣布讲，英国要买1亿吨的胶性预防针。美国总统拜登初十宣布，另外阁买交生开发的1亿剂新冠病毒单剂疫苗，增加防疫能力，表示会当伫5月底为每一个成年人提供有够的疫苗剂量。也感谢交生甲默克这2间竞争的药厂，共同生产交生疫苗，将国家甲公共卫生放伫头一个。I'm doing this because in this wartime efforts we need maximum flexibility. There's always a chance that we'll encounter unexpected challenges, or there'll be a new need for a vaccine effort. If we have a surplus, we're going to share it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ve already decided we're going to work with the outfit COVAX. We've committed $4 billion to help get the funding for more vaccines around the world. 根据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 CDC 的统计，目前全美国19%的人口，相当是6250万人，已经注至少1剂疫苗，1成人已经注完2剂，疫情开始慢慢稳定。目前全美国已经有16个州解除挂喙暗的强制命令，德州第70开始也解禁，商业活动会当完全恢复。德州目前累计有269万人确诊，甘纳斯加州全美国排第2，死亡的人是4.5万人，也排全美国第3。这个时阵解禁，是不是会造成疫情搁反扩，引起无共的看法？有一寡餐厅为学生到厨房已经半个月无挂喙暗咯，有一寡业者也是希望顾客会当家己挂喙暗。I'm still going to wear a mask just to feel safe for myself, but I think people should be able to do what they want to do, I guess, at this point. What does it take you to go to a table from the door here? 40 seconds. I mean, can't you not wear a mask 40 seconds just out of courtesy? Even if you don't agree with it, just out of courtesy to the community and to the restaurant. 由乐施会顶真侪个国际慈善组织组成的人民疫苗联盟，查到指出，好嘢国家大量买走新冠疫苗，平均每1秒都有1个人会当住。一寡开发中的国家却是1支都买袂到，呼吁好嘢人的国家袂当干那顾药厂的商业利益，应该支持暂时取消新冠病毒疫苗专利的提案，互更加侪国家会当生产疫苗解决困难。另外，英国首相强森是反驳后明对英国阻挡疫苗出口的指控。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那伫南美洲的委内瑞拉，有一寡人是靠扣本数的过日，即卖因为疫情的关系，物价直直起，因的生活嘛真歹过。东满各种废弃物的空地内底，一个小小的身躯，当伫超找粪扫堆内底，是毋是有会当摕转厝的食物，还是讲有价值会当卖钱的物件？16岁的布里托继承家族3代相传的 Q 字纸的工作，逐工甲土粉、臭味也甲可能有毒的空气做伙。委内瑞拉原本是出产石油，也是 OPEC 会员之一，但是为伊国总统查韦兹到现任的马杜罗20多年的破利瓦社会主义革命，经济状况规个败去。委内瑞拉国会去年估计显示，通货膨胀率超过30%，国际货币基金的估计阁达到6500%。这原来互原本就散车布里托一家伙仔，敢来当继续伫社会上短暂无法度翻身，阁还是无米兼论月，已经拖1年外的新冠疫情，毋但影响经济，也互布里托的 Q 字纸工作更困难。Sí, antes venían más cosas, ahorita no están vendiendo casi nada. Ahorita no, cuando me ve que consigo, y no consigo casi nada. Antes que encontraba bastante, ahorita no. 美联社分析指出，疫情互各地面临严格的管制，餐厅甲卖场无法度营业，会互人啖杀的食物当然是大大减少。同时，因为生活状况变差，也有更较侪人加入伊的行列。布里托面对更较侪竞争者，会当摕转厝的收益当然减少。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联合国的缅甸人权调查员表示，自2月初1，缅甸的军方发动政变以来，军政府上无已经杀死70个人，掠走2000多人。死者超过一半拢是还未25岁的少年人。批评军政府犯下违反人道罪，爱受制裁。来看美国股市收红盘，道琼指数甲标普500指数拢创下新高，
投资人对美国总统拜登伫今仔日要签署1.9兆美金的纾困法案，对美国的经济恢复真有信心，所以嘛反映伫股市。来看美国甲中国的高层后礼拜18要伫阿拉斯加见面，拍算会讲到人权问题，包括新疆、西藏、香港甲台湾。美国今仔日是谴责中国改变香港的选举制度，这是对民主在做攻击，所以后礼拜的会谈会讲甲真艰难。那美国的军舰驶过咱台湾海峡，这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第3届啊。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公开邀咱台湾，讲会邀请咱台湾去参加民主峰会，嘛会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美国海军第7舰队面册打出相片，表示伯克级的驱逐舰混运号切照依照国际法例行通过台湾海峡，也证明美国对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这原来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美国军舰第3遍通过台湾海峡。在这期间，国军运用联合旗舰阵的作为，全程掌握台湾周边海空域的相关动态，状况都正常。对美国军舰窜过台海，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发布新闻稿表示坚决反对，认为美国公开炒作传达错误消息，危害台海和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前就指出，中国是美国上界大的挑战。70出席听证会时阵，面对议员询问支持台湾问题，伊承诺邀请台湾出席拜登主办的民主峰会，也甲参与世会。Committed to working on it. I share your view that Taiwan is a strong democracy, a very strong technological power, and a country that can contribute. Yes. To the world, not just its own people. Right. COVID is a very good example. 外交部我们诚挚的感谢布林肯国务卿再度的公开的这个表达对于台湾的一个坚定的一个支持。美国国务院70证实，布林肯甲国安顾问苏利文18要甲中国最资深的2位外交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也甲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伫阿拉斯加会面。This i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us to lay out in very frank terms the many concerns that we have with Beijing's actions and behavior that are challenging the security, the prosperity, and the values of the United States. 国务院表示，15至18，布林肯会甲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先访问日本甲南韩，所来则是美中高层对话。布林肯表示，这桩会面会寻求确实的行动。中国外交部是回应讲，美中关系立场明确，美国应该放弃冷战、联合思想，尊重中方主权、安全也甲发展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记者综合报道。伫网络顶头，就人去买喙暗收钱了后，却无出货的娃娃文创买卖纠纷还未解决，不过公司的负责人却雄雄过身。也过有人讲，负责人伫去年中就已经破病啊，已经无咧插代志啊，所以怀疑伊敢若是挂名的负责人尔。去年娃娃文创发起网络团购医疗及喙暗，却伫收钱了后一直无出货。根据行政院消保处统计，全国受害者加企业户合计约2000人要求退款金额约2亿。最近台北市消保官陆续举办6场协调会，出席法院协定调解书，也毋过却传出娃娃文创负责人李祖斌突然死亡，而且已经伫这个月70伫高雄市第1殡仪馆火化。娃娃文创的债权人，那可能也包括消费者，申请法院指定临时管理人，那让这个公司可以再继续营运，来处理所有他的债权债务的问题。也不过，北市机关单医院接到受害者压料，即期李主斌去年已经下床，只是人头，收支无出货也无退钱，唔是说讲资金被冻结，就是全国设备已经涉嫌诈欺。去年6、7月，内部的员工早就跟这个受害者说，其实李子斌根本没有负责娃娃文创的这些的业务啊，就是说他身体不好，他住院所以大家都合理的怀疑说，就是人头没有错，他们是把这些钱拿去买制造口罩的机器，但是他们却没有制造口罩机器的证号，所以这根本就是无本生意呀，所以这就是诈骗。议员表示，娃娃文创部前议员有几位当事高层股东，应该尽速出面接手后续出货加退款。若讲负责人王生就想要杀责任，除了协助民事求偿，也会提告诈欺。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城东中医诊所烟中毒的案件，业者已经互起诉。昨昏法院头一摆开庭，受害者表示，因拢无感受到对方的诚意。所以医师执照有被剥夺吗？
面对外界询问，成龙中医诊所姓李的负责人拢无讲话。原名李世明，改名李志林，就是无改变对严重度受害者的态度。被害人表示，我都感受到伊的心意。透过别人类似隔空放话，在地检的资源不足，所以在这个所谓的医事鉴定的部分，可能也没有潜力，所以他对于他起诉的许多罪项，包括一些伤害，都是以过失伤害来起诉。法官能够从重量刑。前台中市议会议长张丰年一家伙4人，去年6月严重度送医，规家伙食的中药粉提供予台中市政府卫生局检验了后，竟然发现药包内底盐也加水银含量超过标准。规个代志愈看愈侪人，上细汉的受害者是5岁生落来的查某囡仔。11下晡，台中地法院开庭审理，受害者委任律师指出，胜利的被告是以用唔对去来抗辩，暗过禁药注射本来就袂当放入去药仔内底。那你身为一个医药从业人员，你把有害人体的物质用到人体上面，其实这个本身就已经故意的层次。我们严重的怀疑，被告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就是冒着一个那个夸大医疗行为来取得一个医疗效果。受害者指出，目前一寡严重度的受害者遭受真大身心折磨，希望未来法院审理当中会当加入10多位受害者伊的医师检验结果的部分，和胜利的负责人会当符合加重伤害罪的要件。记者综合报道。电影上头，咱来关心日本的艺术家奈良美智头一摆来咱台湾举办展览，希望用展览正做回报，感谢咱台湾10当前伫日本311大地震的时帮助日本。日本311地震满10周年，日本当代艺术家奈良美智头一摆来台伫关渡美术馆举办个展，总统蔡英文亲自出席开幕典礼，这也是今年第2友好系列活动的重要项目。奈良美智顶个月专程来台布展，登去日本，伊透过影片表示感念。台湾伫311震灾时伸出手，希望以这个展览作为回报。東日本大震災の時に台湾からすごい多額の義援金をいただいて。日本の人みんな感謝していたんですけど、そのお返しの一つとして、僕がこうやって来れたので、精一杯展示はしたつもりです。透过谨记着震灾的伤痛，纪念着可贵的友谊，我期待台湾和日本更要继续在当前的挑战中相互的扶持。奈良美智除了带来代表伊创作生涯里程的图画、素描加雕塑品，更加有数十件素描的新作品。到头一摆伫海外展出的《月光小姐》，描写奈良美智伫当时大地震发生的心情感受，也为台湾创作朦胧淡雪一天真有意義。所落来也要去台南甲高雄展出。10年前、私たち日本人は台湾の方々からの心からの思いやり、温かな支援の手に触れ。台湾という友人がすでに日本に寄り添ってくれていたことを改めて感謝です。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也伫311即天举办追悼感恩会，献花致意。会长大桥光夫甲立法议员昆담会会长古乌圭司特别录影片，表示虽然因为疫情，二代间的来往受限，希望疫情结束，台湾朋友会当过去台北。今后也会遭有各项挑战，需要联手面对克服困难。就算经过10年，日本游玩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温情援助，多谢台湾。记者综合报道。花蕊唔但会当看水，会当欣赏，嘛会使互人心情放轻松。伫婚林那内有一个花艺工作者，趁休困时伊不时拢会伫野外举办插花花艺课程。前一阵嘛伫那内公园举办讲座，也佫有唔互民众会当 DIY 插花，嘛鼓励学生囡仔就地取材来创作。花草唔但会当用来欣赏，花草嘛有足侪无共款的风貌。婚礼有一位花草艺术老师，伊甲众人分享，特别选伫咧拿来公园举办创意花艺课程，吸引足侪伫咧都市生活的民众，到庄卡来享受文化的生活节奏。平常在台北市上班，那可能都在都市里面，就是真的需要下来做一个身心灵放松的一个感觉，这样子。课程内底除了事先准备的花材。
这组喷花上特别是用上课的所在，为大自然内底去捡去收集。因为就平常我们都在都市生活，所以也是第一次就可以下来拿大自然的素材来做我们这一次花艺的样本，这样就蛮特别的。主办人是嘉义花草艺术讲师邱天忠，伊本身嘛是婚姻在地人，无定是举办野地花艺课程，带大家伫大自然内底插花、创作花艺，享受万活。邱天忠嘛希望透过伫咧大自然内底，原来阮心中的土地是遮尔啊水。我自己是在云林这个地方生长的孩子，所以我们在这边生长久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土地里面有一些值得大家去探索或是看见的一些地方，然后他们会透过采集的活动去认识土地里面所生长出来的一些野花野草，用不一样的角度去看待这些植物生长的样子。邱天忠表示，透过收集花草，制作出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作品。过程当中，毋但互大家对花草阁有较深的认识，阁会当创作出足侪变化。上重要的是对活动接触大自然，希望互阁较侪人发现土地的水。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花莲酒厂是专门咧生产红色飘头、红飘米酒的所在。不过台酒公司2月份已经停止生产啦，要改做红色飘头、红飘的纯米酒。不过普通时咱咧煮食用的米酒生产无受影响。只听讲，台酒2.3公升红色飘头的红飘米酒已经停产，专门生产米酒的花莲厂区，都陆续出现消费者走来买。对停产，大家看法不同，不过拢先买起来再讲。买不到会不会很担心？会啊。可是它有其他的米酒可以替代啊。味道不一样吧？没啥感觉，因为米酒本来就用的，可能料理米酒用的比较多吧。台酒公司表示，红飘米酒停产的新闻现讲了后，真侪消费者就是一般家庭煮菜用的19度料理米酒。特别澄清停产的是汤光玻璃罐仔装2.3公升外表大红色飘头的红飘米酒。大家都以为这一支我们27块的红标米酒，但是不是，这支是红标料理米酒。料理米酒呢，目前是27块一样的正常供应、正常生产。为安怎停产红色飘头的红飘米酒，台酒公司表示，其实这2种米酒拢是使用普莱米蒸制，酒精浓度拢是22度，差别伫红飘纯米酒有放半年以上的时间，口感较温顺，较受消费者介意。纯米酒这一支呢，它是被民众所喜好啊，所以造成了这一支销量一直往下跌。到目前为止，这2支在销售比的话是7比3。台酒公司强调，红色飘头的红飘米酒，当年生产量大约100万打，目前虽然停产，也不过库存量也会当维持到年底，并未随着买袂到。记者综合报道。南华大学前一阵仔是因为互境外学生去做散工，而且做事的时间超过时间引起批评，了后呢学校就做出调整，嘛有提出新的规定。不过昨昏学生会是批评新的规定，颠倒影响到全部的学生，安尼不合理。大声讲出诉求，要求学校修改政策。嘉义县南华大学的学生会参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召开记者会，讲南华大学为要配合教育部的教学品质查核作业，定出全面性、密集顺长、强制性教课，学生修课袂当超过11节种规定，影响到学生排课甲修课时间的规划。教育部的惩处应该要对应学校的错误啊。如果是拿全校的师生的受教权、教学自由，或者是讲学自由、学术自由来做牺牲的话，这完全是不对的。不过学校表示，这摆规定是专案配合教育部的查核，所有的规定都合法。昨有向学校内的老师来说明。因应这个教育部的教学品质查核已经定了各种实项的办法，那些办法都按照目前学校既定的法定程序来办理啊，所以在按照目前学校的规定，都是合乎程序、合乎学校的规定的。记者会现场伫边仔有教授提出无同的看法，只是伊选择用唱歌的方式，希望学生会甲学校会当好好来参详。教育部为什么要来查呢？不过就是因为在前面的那个事件里面反映了一个教学品质可能需要被确认。OK， 那可是呢，整个事情并没有人讨论到我们的越南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尽可能不要再用对立的方式来进行后面的这些，大家应该要坐下好好讨论。
南华大学学生会表示，学校对教育部的查核动作做了上侪无必要的规定，希望学校会当修改。不过学校嘛表示，离教育部要来查核，剩无偌侪时间，所以会继续甲学校的学生甲老师来说明，希望会当互大家拢清楚目前的目标。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即马是网络时代，暴力的形式嘛咧改变。所谓性别暴力，亲像是伫网络顶头用言语讲屁想，也是恶意去找找别人个人的资料遮，目前是无法度通处罚通管。所以行政院顶个月就提出草案，分出10种类型。严格民间团体认为，这款分类无够有，呼吁政府爱修正。手机收到色情的图片，也是伫网络受到恶意对踪、高刷所谓性别暴力的形态愈来愈侪。11的时阵，8位不共党派立委甲民间团体做伙呼吁行政院，就要提出具体的政策。尤其民团调查，因为私密的影片流出去，感觉困扰的受害者上侪。民众真的觉得伤痛，还是以性私密影像外流为居多。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叫做仇恨言论，现在台湾并没有任何的法则可以去规范。所谓女立联名表示，目前的法律敢若针对伤害到个人的行为，有诽谤罪等等的法律会当处罚，并无针对伤害性别族群来做规范。而且2月初，行政院公布的网络性别暴力10大类型，分类无够有，所以提出另外的版本，分做5大类型、21个项目，亲像性私密相片也是影片，防乌白乱用、性别隐私的侵害等等，互外界来参考。立委嘛无分党派，针对私密外流影响的防制条例，提出13种版本的草案，呼吁行政院会使赶紧通过相关的立法。过去的性骚扰、性侵害就会演进到今天我们说的数位的性别暴力，所以定义上需要与时俱进。很多这些私密影像在网络流传之后，想要让它消失都没有办法消失。真侪立委嘛希望透过伫网络，卖起点、卖传送、卖下载，提起民众正确观念。针对记者会诉求，行政院性别平等会是回应。10大类的公布是参考欧盟等等的规范，未来会搁照外界需求做修正。记者陈雅文、李玉凯台北报道。美国 NASA 大家拢会带一张天文相片，了解天文知识。去年底，咱中央大学天文所博士后的研究员蔡安理有写批互 NASA， 讲伊愿意用台文了解这天文图，佮甲录做 Podcast， 嘛有得到 NASA 的批准。台文结合天文，台语嘛会使讲万事万物。Touchdown confirmed. Perseverance safely on the surface of Mars, ready to begin seeking the sands of past life. 今年2月中，美国航太总署成功把这粒号做毅力号的火星探测器送去到火星，佮翕到真珍贵的影像。这个相片唔那伫咧 NASA 踏入100天文图的网站顶示，即马台湾嘛得到 NASA 的批准，有全台文的翻译。我差不多是12月底的时阵写批互因，因差不多正式互我的网站，放伫因的 language list 内底是1月19迄。螺旋是啥物件？我就开始找螺旋、光雷，吼，伊甲我讲光雷，所以我就讲好，安尼 Spiral Galaxy 我甲换做光雷啊星系。华语讲的螺旋星系、光雷啊星系、螺旋手臂、光雷啊手骨、老鹰星云、马丘星魂，也有蓝调对星，那是龙星。蔡安理博士爱天文嘛爱武器，对2020年年底开始还天文图到单，已经还超过60篇。大家都咧想讲，安怎甲天文的专有名词还甲袂有精差，佮挖紧伊的原文。伊在做这个代志是非常谨慎，非常专业，大家当普遍去了解讲，哦，这其实就安尼。另外一方面，带咱的青少年会当去开始去关注台语的重要性，去学习台语。用台语来学天文，还是讲用天文来学台语，其实拢会使学到新的物件。我感觉讲，甲这2项物件夹起来做拄啊好，我2个愿望我拢会使达成安尼，所以我是感觉即马做甲真欢喜安尼。大港100天文图。
蔡安妮老师嘛邀请朋友用台语小解天文图加录伫咧 Podcast 内底。NASA 大日100天文图的网站，即马已经翻做20多种的语言，也拿台语嘛包括在内。蔡安妮讲，未来会继续靠这的思维，望母语和天星结合，永远留存。记者阿明金、曾泰文台北桃园报道。世界真心色来看电子商务龙头亚马逊，即马伫伦敦有开头一间无店员的超市，卖鱼、卖肉、卖菜色，嘛有卖生活用品。消费者绑手机 APP， 伫店内嘛有倒摄影机的镜头。你要想要买啥、要爱啥，直接伫地下底买好就当走啊！摄影机会记录你买着啥，直接透过你的信用卡扣钱，大大改变咱即马买物件的方式。亚马逊伫海外第一间无人的超市开伫咧伦敦，有真侪民众来体验。只要伫咧手机下载亚马逊 App， 设一个号码，伫门口扫 QR code 了就当入去。不管是买鱼、菜、肉，还是日常用品，只要放伫咧家己的地下，唔免去柜台结账，就当直接离开。以前拢去传统超市买菜、家庭主妇袂啥关系。It was really strange. It felt like I was a criminal because I was just taking things and putting them straight in my bag. But apparently there are cameras watching me, and then you just walk out. Didn't seem right, but I was assured it was okay. 超市的天棚有镜头加监测器，会记录人客对家顶摕倒一寡物件，所以消费者唔免当场纳钱，离开超市了 ，App 会自动结账扣款，国家 email 甲你通知，免像以前一怪排队结账。I popped in to get some items for a cake that I'm going to make, so needed to quickly get in and out, and it worked perfectly for me. 亚马逊是全世界上大的电商平台，即马反向操作开实体店面。2015年，先伫咧西雅图开第一间实体书店，早期佫开无人商店加无人超市，即马国际海外开店，对传统的零售业造成正大威胁。It's kind of interesting. Amazon going to a bricks and mortar retail business, being an online business, so it's kind of reversing the trend for e-commerce and it's a digital shelf. So it's quite unusual in that respect. 专家认为，亚马逊开实体通路，唔单单只是卖物件尔，目的是要建立国家庞大消费数据库，以便透过虚假实整合的策略，建造全新的零售帝国。公司新闻曾回面报道。即阵挂喙安、接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已经是真做生活的一部分。已经改变咱的生活，即马全世界嘛有真侪少年人是专工搬去庄脚过日子。对去年开始，20-30岁之前的少年人拢离开都市，有的人是搬去庄脚，因为因只要有网络就会使转食。厝内乱糟糟，电线、油漆、暗蒙道桶也甲规死过。受疫情影响，本来住伫咧城内的人，昨晚拢去庄家所在坐旧厝住。其中，互人看做是数落来10年全世界经济中间力量，伫1980到2000年出世的千禧世代，搬到庄脚住的人是上多。And now, with so many offices going remote, people have more opportunity to say, maybe I don't need to be paying, more than half my income in rent, and I can take that leap and I can go live somewhere. 对犹他州来凯特，因为因翁伫咧康乃狄克州的诺维奇找到头路，决定要搬来遮住。不过当地大部分拢是18到19世纪做的百年的老厝，要找适合住的厝无遮简单。We ended up buying the house for $85,000, which is way less than anything we could have gotten in Utah or even just other places in this neighborhood, and we're kind of grateful. 莱因哈特翁某买的厝是一间1885年维多利亚时代八角形的厝。翁仔某两个人讲，这间厝互人想到以前一部电影《阿达一族》。不过不管是厝内厝外，真侪所在拢真老、真旧、真后。因按算就要开10万美金，换算代表是280万来整理这间厝。Whereas we could bought a house for twice as much that we could have moved into right away, but we decided this one, even though it was a challenge, it was worth it. 帮中业者讲，以后就算疫情结束，因为即马大家拢远距离工作，所以有更加侪千禧世代会离开都市。公司新闻但是同编辑。
国际上有一个俱乐部，名叫做气氛俱乐部，成员拢是捌互鲨鱼咬着活落来的人。因组俱乐部互相安慰，互相鼓励。伫海边定定有爱冲泳的人落水佚佗，毋过这美景对捌互鲨鱼攻击的人来讲，可能毋是遐尔美好。今年58岁皮尔逊10年前伫澳洲东部海岸冲泳的时阵，互鲨鱼攻击，倒手被夹甲见骨，差一点仔就无命。And the bottom jaw of the shark got stuck in the nose of the board. And as it came through and flipped out of the water, its nose hit me down the side of the head. But my left arm went forward and its top jaw clamped on my arm and trapped that between the other side of the board. 3公尺长的鲨鱼将皮尔逊拖向接近海底时阵，才甲伊放开。这时阵，伊才意识到家己被鲨鱼攻击甲见骨咯。然后被朋友救上岸送医治疗。伫病院当中，拄到前几工也被鲨鱼攻击的丽莎，才知影这种心理伤害只有受过同款攻击的人才知影。有人因行错，有人却因为媒体亲友过分关心，造成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皮尔逊就决定成立气氛俱乐部，互共款受鲨鱼攻击的生存者或者是牺牲者家属加入，协助因行出创伤，摆脱被鲨鱼攻击的噩梦。There is a price they pay, and each one of them are different. So one in particular didn't go on the surf for a long, long time. 加入气氛俱乐部第一条规定，就是甲皮尔逊讲话，伊将全球将近400个成员串联起来，透过互相支持，逐年至少自费一摆来摆脱创伤。身为创始人的皮尔逊，每一暗拢爱陪伴一个生存者讲话，安达因受到的惊吓。即摆除了受鲨鱼攻击，气氛俱乐部也互被狗仔、国旗或者是河马攻击的生存者加入，互相联络。公司新闻，但是同朋友。天气报道在来关心，今仔日透东风，伫西半部是伫风尾，无风无摇，所以早起有38测站，空气品质已经达到红色的警示。若下半部方面的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会一直影响到礼拜。北部东半部温度的下降，嘛会落地渐转好。再来，咱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16度，上悬23度；中部温度上低17度，上悬27度；南部温度上低19度，上悬29度；东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26度。外岛的温度是13度到2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众亲顺心，咱再会。